有一本好出名嘅書，叫做《有錢人和你想的不一樣》。佢講透咗咧窮人同埋富人咧最大嘅差距。睇得明咧以下呢3樣嘢，你就悟透咗富人嘅底層思維。尤其係最後一樣，第一樣，大多數嘅普通人咧都逃唔過咧即時享樂嘅心態。你又會唔會係其中之一啊？見到靚包包咧，你又想擁有，心喐喐咧就即刻想去旅行嘆世界，淨係顧當下一時嘅開心，從來唔會為長遠嘅財富去到打算。第二樣嘢，呢本書咧講得好通透，富人咧同埋普通人最大嘅分別就係識得延遲享受，忍得住咧購物嘅誘惑，壓得住咧即刻想去放縱嘅衝動。你先留得住啲本金，守住你自身嘅福氣。第3樣咧，亦都係最關鍵嘅一樣嘢，就係你甘願放棄眼前短暫嘅享受，將金錢同埋時間擺落去自我沉澱同埋積累，唔貪一時嘅瀟灑，只係求日後有底氣、有被動收入，唔使再為生活咧日夜奔波，一時嘅放縱咧換嚟係長期嘅拘謹。你識得延遲享受，沉得住嚟，慢慢嚟，你先可以行上去富人嘅思維軌跡。